我无介意你磕我，爱勇敢讲袂使。文甜苦芳编辑群。阿基仔住的社区内面有一位足亲切的管理员阿伯，伊对阿基仔特别好，逐摆看到阿基仔，拢会足热情的甲伊拍招呼，嘛定定甲阿基仔斗相共，摕佚佗物。阿基仔感觉敬畏阿伯真正是一个好人。毋过最近敬畏阿伯看到阿基仔，就会一直为伊的身躯边划过，黏面仔摸头，黏面仔黏喙皮，佮一直嗷了阿基仔足古锥的，互阿基仔感觉真无爽快。阿基仔即马落去楼骹耍的时阵，拢爱闪迄个警卫阿伯。有一摆，阿基仔尿得紧，警卫阿伯带伊去便所。毋过，警卫阿伯竟然想要缀入去便所内面。阿基仔惊甲赶紧走转去讲：“我无想要去便所啊，我要转去厝诶。”阿基仔转去到厝，随甲阿母讲拄则发生诶代志。阿母甲伊揽调讲：“乖查某囝，你真敖，拄着危险诶时阵，就爱随走。明仔载啊，我会甲恁阿爸做伙去了解是啥物状况，袂阁互你烦恼，互你着惊。”阿雄啊，当欢喜伫厝厝啊，突然间有一个阿姨足亲切诶，甲阿雄啊讲：“哦，你哪遮敖，厝遮紧呢？恁阿母拄则去买饮料啊，叫我带你去找伊。”看到阿雄丢丢啊，迄位阿姨就着急诶讲：“弟弟，你紧来，莫互恁阿母等伤久哦。”迄位阿姨看到阿雄拢无爱叮当，就要伸手去揪阿雄离开。阿雄啊，一紧张，就大声喊讲：“阿母阿公袂使凊彩对饲份人走。”因为阿雄大声喊，大家拢紧紧看即个阿姨。即位阿姨嘛头咧咧随走去啊。阿雄甲拄则发生诶代志讲互阿母听，阿母听着，随甲阿雄揽诶讲：“我诶乖囝足敖诶，袂使凊彩对饲份人走。你嘛会晓勇敢讲袂使啊。”阿基是一个足听话诶学生啊，伊真喜意伊诶老师，伊诶老师嘛真喜意阿基。老师定定会送阿基细项诶礼物，也是糖仔，来感谢阿基，甲老师斗做代志。毋过最近老师定定介意摸伊诶手，也是面。阿基啊，开始感觉无爽快，抑阁毋敢讲，所以佮直接甲老师撒开，紧走去。过长工下早啊，阿基讲伊无想要去读册。阿母啊，真烦恼问阿基：“乖查某囝，是伫学校有发生啥物代志吼？你进前毋是真喜意去读册，哪即马讨厌去读册咧？”阿基啊，雄雄哭出来。阿母，我足惊，因为老师会磕我身躯，所以我毋敢去读册。阿母甲阿基揽调的讲：“乖查某囝，多谢你愿意讲互我听，你毋免惊，阿爸甲阿母会做伙保护你。只要你无愿意，啥物人拢袂当磕你的身躯。你嘛爱勇敢讲袂使。”阿雄甲阿爸欢欢喜喜咧踅大卖场。
阿雄啊，规路真好闲的，遮看一个，遐看一个。当阿爸专心拣喙树骹仔的时阵，阿雄开始一个人四界去踅踅。伊一看到伊喜意的佚佗物仔，就随走过。哇，这侪佚佗物仔呢？机器人，雷射枪呢？阿雄啊，欢欢喜喜踅伊的佚佗物仔，却无发现离阿爸愈来愈远啊。当阿雄想要叫阿爸买佚佗物仔时阵，才发现阿爸无去啊。阿雄开始紧张，四界咧找阿爸。阿爸，阿爸，你伫倒位？一位无熟悉的阿叔甲关心问讲：“囡仔兄，你是毋是找无路啊？我头拄则有看到一个爸爸嘛咧找因囝呢。无，我带你去找伊好无？”这位阿叔看阿雄啊无要插伊，就要挖过甲伊揽的，要甲抱。这位囡仔兄，恁阿爸搁伫遐停车场迄边，你莫互阿爸烦恼伤久啦。这个时阵，阿雄想到阿爸捌甲讲过，袂使凊彩对青云人走，所以伊赶紧走去。阿雄啊，赶紧去找有穿制服的服务台的阿姨讲：“阿姨，会当请你甲我斗相共找阮阿爸无？”阿爸听到广播了后，赶紧走去服务台去找阿雄。阿雄甲阿爸揽的讲：“我头拄则差一点仔，就叫歹人拐去啊！”因阿爸足毋甘的对伊讲：“阿雄啊，你足敖的，你袂凊彩对青云人走，后摆会记咧哦。后摆啊，莫家己一个人去踅佚佗物仔，才袂去拄着危险啊！”